为了让炉子里的火腿平均受热，郭荣清的手没有停过。上下2排前后3列的火腿就靠手翻转，一炉高达2000次，专注是他一贯的坚持。很少一边工作一边跟人交谈哦，你每一炉的火都不一样，都要凭经验。即使已经几十年经验，每次都还得仔细小心，靠手感受炉温，哪个位置该添炭都在脑海里。不禁要问，怎么不用机器省麻烦？我们有想要用那个电热的方式，但是那个烤出来的火腿就不一样，原料是一样，但是你烤的方式没有用那个炭火烤出来的成品口感什么都不对。坚持手工是为了保留火腿最佳风味，秘诀还有这些：银黄木屑和快木屑，最后关键的烟熏让火腿香味更诱人。没有轻忽的瞬间，郭荣清在寒流天忙到汗流浃背。光看穿着会觉得好像2个世界。今天寒流今天懂混，做暗色我穿这么少啊？不会啦，爱吃到肚好。哦，我刚刚说不会，我觉得刚刚好。做暗色穿很少，对不对？不会，爱吃到肚好。吃到肚好，是因为辛勤的工作吧？新鲜的黑猪后腿肉，为了不破坏肉的纤维而不搅碎，扎实的塞满肠衣，这也是手工火腿口感特别的原因。我们这个你看，有时候里面有坑洞，有坑洞，它没有办法完全填满。你要是有粉的话，它会把所有的坑洞都填满。从父母延续70年的火腿香，火腿里填满的不只是甘美的肉品，还有老板实在的心意。做暗色，爱吃到肚好。做暗色，爱吃到肚好。